另外，咱要继续来看，伫台中大理有一个姓廖的嫌犯，伊趁人车门无关，就软入去偷摕物件。连续几工了后，予人报警才甲抓着。这个嫌犯是表示讲，就是因为无钱通好开，这个经济压力又搁伤大，所以毋才会上空上芳去开人的车门来偷摕物件。也那警方是表示讲，这个人就是累犯，目前已经甲依法上班。一个穿乌衫的查甫人，趁半暝啊无人。走入去人家的顶仔骹偷开车门，发现无锁门，就直接坐入去驾驶座。毋过，互住户看到，用200公尺抓着人，嘛报警察到场来处理。来，头靠墙，手脚过来，脚过来。一个姓廖的嫌犯去互警方带转去。原来，这个嫌犯定定趁半暝啊接近路边的车辆驾驶座，一台接一台开看车门，敢会当开开。伫咧顶个月29，嫌犯看到这户转去到厝里，落车煞无锁门，所以就直接走来坐入去驾驶座，结果去互住户当场撞到。我进来上厕所，他把东西拿进去之后，我老婆就听到有人开车门的声音，她就出来看刚好一个人坐在车子里面，不止我们这一条，跟后面那一条都有，几乎都给他开片。附近的居民表示，这个嫌犯常常伫咧台中大理出现，最近是锁定大理好来一家才来犯案。警方表示，这个嫌犯常常咧做贼仔，是因为欠钱才犯案。到场了解后，并对犯嫌盘问，确认后当场逮捕、搜身并上铐。警方表示，受害住户虽然财产无损失，不过也是以窃盗罪嫌来甲这个嫌犯上班。嘛，提醒民众除了爱将车停伫咧明显的所在，嘛，得爱注意落车了后锁匙得爱背起来扎在身躯顶，嘛，得爱下记锁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